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日是2023年10月初5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9篇，出埃及记23章第1节到第9节，歌罗西书第2章16节到23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甲基督同死。基督信仰若会混乱，是因为咱时常袂清楚咱的方向甲目标。就好像亲像最近的选举，咱总是会听到一寡人因的讲话，永远拢摸袂着伊咧讲啥，袂清楚伊的方向到底是啥。也亲像今年伫即个杭州，中国的杭州，即个亚运的运动会同款，有真侪安尼料想未到的比赛结果，拢是因为运动员变毋对方向，因此就失去得奖的机会。最近，互台湾人上感觉意外的就是迄个迪拜伦啦，迄个女兵接力的竞速比赛，台湾队呢用0.01秒来赢过伤过早欢喜的韩国队。最近有真侪教会中级农职的选举改选，人讲分享当因咧问即个受到推荐的对象的时阵，所得到的回答却毋是讲好，也是讲未准备好，真阿萨利安尼。有的兄这的回答却是千奇百怪，讲别人较好啦，也是讲哪无爱提推荐啥物人啊，也是讲某人哪无提名啦，小伙哪会安尼决定啊？等等遮个，其实这个问题真简单啦，就是讲被推荐的人，也是讲被这个建议的人，应该问讲我甲上帝的关系是啥物？我有听到上帝的呼召啊无？也是讲我应该安怎来回应上帝的呼召？咱的问题基本上是无互旧我来离开咱，所以呢，咱还阁活伫迄个过去的样式、过去的思考、过去的价值观。出来级的以色列人为什么需要领受诫命？因为因需要真清楚的指引，互因会通一个遵守的方向的原则，帮助因会通对头到尾受改变。圣经出来记23章第1节到第9节安尼讲，毋通散布谣言，也毋通做假见证来贪互有罪的人，毋通符合多数做歹，或者是冤巧正义，也毋通伫诉讼的顶悬偏袒颂扬人。如果你拄着对得的牛甲驴迷路，就爱牵倒转去交互伊；如果对得的牛被这个歹伤重绊倒，就爱帮伊甲牛来扭起来，毋通走离开。毋通伫诉讼的中间冤屈颂扬人，嘛毋通诬告，毋通杀害正直无辜的人。因为我一定会处罚即种歹事的人。毋通收报录，因为报录会互人痴迷，却解无辜的证言。毋通去压外侨，因为恁捌架骹伫埃及，捌拄着架骹外地的滋味。
咱通看见出埃及的以色列人无有正直甲公义，无伫迄内底过生活，所以咧，正会改名就是要帮助因来彻底会改变因的生命。如果咱无要改变的话，就是无属伫军队上帝的人。保罗劝解哥罗西教会基督徒讲，所以毋通互人伫你的邻舍节期月朔，或者是安息日这的问题顶悬，用条例来甲你束缚。这一切只不过是将来的事，基督才是实体。毋通受遐的假谦卑、拜天神的人的影响，互恁失去着应该得到的保障。遐的人歪曲幻想，照人的想法，无根无据，自夸自大，甲头基督决断关系。对这个头全身躯通过筋甲节得到营养，互相连结，照上帝的旨意来继续来成长。基督徒的生命袂话亲像过去这旧的生命的束缚，无论是对邻舍，或者是对伫节期月朔，还是安息日等等的节期，生命无改变的话，就算是接受所有的节期，嘛无法度成做上帝的儿女，更较无法度互上帝来欢喜。哥罗西书又搁安尼讲，既然恁甲基督做伙死，脱离支配宇宙的神，那呢要亲像属伫世间的人在生活，遵守毋通摕、毋通食、毋通摸即款的禁忌，这个只不过是人所做的教规甲假事，用了就无路用。拜天师假谦卑，甲苦楚身躯，看起来若亲像有智慧，其实对控制肉体的情欲，拢无路用。保罗讲，你着爱甲基督同死。其实保罗的意思毋是要爱叫人去死。咱是着爱叫人将家己的旧的生命，甲主耶稣同定伫十字架，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，就要互咱会通甲伊的救恩同死，相时嘛同搁活。诗篇19篇，天宣布上帝的荣耀。强创传扬伊的作为，即日对迄日讲话，即暝对迄暝传报在望，无言无语，无声无说，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。上帝为了日头伫天顶打布片，日头亲像神龙对东方出来。亲像选手勇跃行伫伊的路程，对天的这边出来，射到迄边，日气普及万米，上主的律法完全，互人得到新的快乐。上主的命令可靠，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。上主的律例公正，互人的心欢喜。上主的诫命纯洁，互人的目睭光明。敬畏上主是纯真，
永远无改变。上主的判断真实，完全公道，比真济纯金较贵重，比纯的蜂蜜搁较甜。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警戒，守诫命就有大报赏。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？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，求你保守你的仆人，互伊袂故意犯罪。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我就正做无通指责的人，袂犯同罪。上主，我的避难所，我的救赎主啊！愿我嘴所讲的下伫你的旨意，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的接纳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，互阮的性命会当甲主耶稣基督同死，并且会通甲主同过活。感谢主赏赐恩典，互阮的性命因为安尼会通来得到更新。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求，阿门。